来 KTV。这毋是打 KTV， 阁有做鸡卵糕、做饼的烘焙坊伫楼顶。甲斗骹手敢好？好。好，吼，咱来。真咧想讲，今仔日是咧庆祝啥物？阿爸阿母哪会专家带我来高雄唱歌？原来是见这间 KTV 的贵阿公甲 KTV 当作无听甲风袂风的基地，楼骹唱歌，楼顶做鸡卵糕，有唱阁有食，实在有够赞。迄个时阵都是食安风暴。过一段时间，有倒不如咧，我就开始来做。还我遮 KTV， 我楼骹有一个，阮叫做八台部，八台内底伊有咧做鸡卵糕。啊，为什么会做鸡卵糕？伊就是讲人客若来遮拄过生日，啊，咱就送一个鸡卵糕。贵阿公的鸡卵糕是用台湾米甲黑豆仔所外混做的，鸡卵嘛是选用放用的，用较低的温度来烘焙，目的就是要互人食着健康。我家己自细汉嘛是食过阿伯的鸡卵糕大汉的，虽然真想要唱歌。也毋过，为着好食鸡卵糕，我即马就甲麦克困的，先来斗相共较重要。做鸡卵糕的第一步，就是甲手洗身体，落来第二步啊，去暗甲下晡。张老师已经甲做鸡卵糕的材料传好啊，就等我带点功夫。第一步，我先甲迄个。奶油加乳酪，啊，搁有牛奶，吼，啊，搁有糖，啊，内底搁有亚麻仁液，吼，你这个溶解，阮隔水加热，嘿。来，奶油，有奶油，乳酪，牛奶，搁有糖。搁有糖，搁亚麻仁液，搁有亚麻仁液。安尼也会使啊，安尼就会使。对，安尼有可能啊。我认真了。小心哦，不要烫。好 ，OK， 能得力，哎，能够得力，对，会使调整，很爱用东西。对，我们卖到来了。老师公爱用的请记哦，不能怕剩哦。抓样哦。蒜的味道好重。臭味哦，烈味。对。这第二部分，嘿，第二部分即马做好了。不小心弄到。没关系，等下甲切就好啊。会忝无？阿公没。嘿。你看太温柔了，我当爱那边哦。这里哦。来。哇，我这个当虾米啊，对不？爱个当虾米。再加啥？好，你加好对不？对。里面是什么啊？里面是冷千，冷清。对，2000，嘿，对，是3000哦，2000哦。嘿，来过来阮加糖，我加落。好，啊，再拢加。家下骹的迄土土拍的这奶油拢甲沤起来。好，来，嘿，来，好，啊，先甲洗一个，嘿，我流口水。哦，
可怜。我被老嘴我都要呀。来，等一下，我把它推到烤箱里面吗？对，欢喜有那个流水鸭呢。我想家人很喜欢，希望台湾会。对。那你可以走，你走。我喜欢吃哈。你们到我给人过来味道。哦，这里还得好点哦。你给我赢了哦。 OK 吗？ OK。哇，哦，今仔看起来有成功哦。伫咧等台出炉的这段时间，拄好是我练习唱歌的好机会。辛苦规工，就是为着即个时阵，鸡卵糕做好啊！我即马就试食互大家看。鸡卵糕做好啊！好，来吃看麦。可以走哦，足嫩呢。我加吧。 Number one。还是大嘴哦。今仔日做的鸡卵糕真好食，实在是有落甲会答志。毋然安尼来做鸡卵糕进前，我阁有去蛤蟆省游览看火车，真正有够享受。听讲蛤蟆省即个地名有历史典故，咱就来听小峰老师来说明。请问小峰老师，这到底是为虾米呢？ 高雄的海边有一个所在叫做蛤蟆省，咱若要去基顶佚佗，拢会伫蛤蟆省坐船过去基顶。蛤蟆省这个所在是哪叫做蛤蟆省呢？佮个一个省，省就是星嘛吼，天顶的星，这和星无关系。啊，蛤蟆省听起来敢若蛤蟆呢，啊，但是这和蛤蟆嘛无关系。这个名的来源，原来就是伫日本时代，日本人来台湾了后呢，甲高雄港乌侵。 填土造镇，就是今仔日这个南高山哦，个海边的这所在呢，做出一个市镇出来。啊，然后呢，佮开一条铁路来到这个所在。这个铁路因为濒临这个海边啊，所以叫做滨线铁路，华语叫做滨线铁路。啊，日本话叫做蛤蟆线，滨线叫做蛤蟆线。啊，所以真侪人听日本人讲这叫做蛤蟆线，所以甲它转一个音，变成蛤蟆省。 所以蛤蟆省其实就是日本话蛤蟆县转出来的一个所在，这个市镇吼造成了后呢，日本人把这个所在叫做山下町哦，啊日本音读做山下町，就是今仔日的高山的山骹，所以叫做山下町，就是今仔日的蛤蟆省。 各位台湾囡仔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明。咱头头看到章鱼烧去到倒位去到高雄吼，一间公司叫做看天餐吼，做啥物？做 cheesecake 啦吼。啊，本日过来咱讲吼，这间公司伊个经营 KTV， 咱讲凡事吼，咱讲要食入嘴的，一定爱好好啊把关，所以真侪食材吼，拢家己来种，家己来做啦吼。因种出这个就是绿金毛豆。 毛豆咧，真正对人啊身体真好啦吼。咱们来用毛豆来做煎饼，
不二个咧，嘛有一句俗谚语要来小解吼，咱的这个台湾囡仔哦，是啥物咧？在生一粒豆，看呀死后拜低头，意思是啥物？咱小朋友啊，千万都要好好友好咱父母哦。尤其咧，过去有人讲，哇，咱过身了哦，再来办一个大的，唔免咱讲在世的时阵，一粒豆，互爸爸妈妈友好一个，咱讲比起你后壁吼，伫遐办真请呀，这个丧礼更加好势啦吼。所以咱今日要做的就是咱的磨豆煎饼。所有材料上重要就是咱这个磨豆咱已经吼，改加做磨豆汁啊吼，啊，过来咱就是有卵，佮有一寡面粉、太白粉，啊，加一寡味吼，有一寡盐、一寡胡椒粉，啊，加色的咱有这个黄椒和红椒来去做加色吼，所以咱这个磨豆煎饼非常的这个简单。首先，咱先来敲卵，3粒，好，咱用这吼，甲伊拉咧。好，过来咧，吼，就是咱的这个面粉，咱唔好一概装落哦，吼，咱来分配，过来一寡太白粉，过来就是咱今日主角磨豆汁，啊，咱这嘛卖一概拢落啦，吼，咱分配，看伊的规个，哇，泡椒纹。啊，咱讲卖互伊较济，即个面粉拉无散的所在，安尼就好洗咯。即个时阵哦，一撮盐，过来一撮胡椒粉，好，过来咱一寡加色的红椒，可能互落好啊。过来黄椒，过来是咱的磨豆。好，同款拉咧。哇，即马这个色水吼，五彩缤纷，拢总有。好，安尼咱就来起油鼎。好。咱即阵就甲伊煎到香槟恰恰就会使啊。好，咱即阵来甲伊砍一下瓜。也袂。哇，咱挂一个掀开，咱的磨豆煎饼已经好势。你看这个色水，哇，有这个青色的绿金吼，伫咧内底啦吼，安尼咱就让来上桌啊吼。好哦，即阵咱用这个水盘吼，甲伊缀起来就好势咯。哇，水甲，这要请人食菜、食饭吼，这项菜真正是有影真赞哦。拄则咱有看到张宇超呢，去甲一个阿公学做蛋糕。这个阿公呢，伊所有的田呢，因为伊足疼因的孙查某囝，所以呢，伫这个伊的田内底拢种着一寡较有机的蔬菜，来做健康的食物，也是做健康的瓜点互因的孙查某囝食。做这个咱今仔的歌是要来介绍，就是讲有一首歌呢，是咱这个林永敏先生作词，这个萧泰然先生所写的一首这个歌。这个歌叫做《咱唔通来嫌台湾》，就是讲咱要来爱这个台湾。我把这个歌词读互恁大家听。这个歌词是安怎讲呢？咱若爱祖先哦，请你唔通嫌台湾。土地虽然有较个阿爸的歌啦，阿母的花，压落伫这个乡土的世界。咱若爱子孙，
请继续唔通嫌台湾，因为台湾有这个产能药山，果子的甜啦，五谷的芳啊，互咱后代食袂空。所以咱若爱故乡，请你唔通嫌台湾。虽然土产较无轻松，但是认真打拼，前途有望。这是咱的幸福，袂输别人。这就是咱今日要介绍这首《唔通嫌台湾》这首歌。好食的技能歌，互人学乐甲会搭志。你感觉生活当中还佫有啥物代志，值得学乐咧？台湾囡仔轻松行，第好命，料理甲老歌，欢迎大家订阅甲分享，咱下一集再会。啦啦啦